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agan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下最近到達香港嘅美國超級網紅 ISOSpeed，佢直播喺街頭嘅體驗。佢 YouTube 上面擁有超過3800萬訂閱。佢係熱愛葡萄牙球星 C 朗拿度，亦都身穿香港足球隊7號球衣現身，背後印咗 Speed 嘅字眼，下身着咗一條 AC 米蘭運動長褲。佢一開始喺時代廣場附近落車，行到鵝頸橋，嘗試打小人。到軒尼詩道期間，佢突然見到對面行車線有部電車經過，印住斯朗拿度嘅宣傳海報。佢跑出馬路中心，行到分隔行車線嘅欄杆，大嗌：Oh Ronaldo! Oh Ronaldo in Hong Kong! How can I get on Ronaldo? 離開銅鑼灣之後，佢到海洋公園睇熊貓、餵企鵝、搭吊車。之後佢到黃竹坑遊樂場同小朋友踢波，再同人喺籃球場鬥波。現場大好多人圍觀。Speed 身邊有幾個身材健碩嘅保鏢。離開太平山之後，佢落到北角，喺茶餐廳買菠蘿包食，再上車食蛋治。大量人群包圍佢嘅座駕。之後佢到上環文武廟入廟求籤。文武廟外都係人山人海。下晝3點左右，佢坐車到西環電車廠去睇 C 朗電車。行到車站，登上 C 朗電車往柴灣方向。喺電車上面，佢坐喺上層嘅，經常將個身體伸出窗外，更加接住粉絲俾佢嘅禮物，包括一把膠劍同埋一個女仔俾佢嘅一條香蕉。電車一邊行駛，數以十計嘅粉絲跟住電車一路跑，好多人跑出馬路，險象環生。佢坐到上環落車，行到上環港鐵站，途中好多人群跟住佢。喺地鐵站內，群情洶湧。佢登上往柴灣方向嘅港島線列車，保鏢欄喺四面八方，唔俾粉絲靠近，更加阻止其他站嘅人由最近 Speed 嘅車門上車。Speed 搭到天后之後落車，大批粉絲跟隨，更有人跑上逆方向嘅扶手電梯，有人跳閘。幾辛苦 Speed 終於登上私家車。佢坐車過海到九龍，去到馬騮山睇馬騮，亦都慶祝佢喺香港達成3800萬訂閱。之後佢坐車到油麻地廟街品嘗小食，包括牛雜、魚蛋同糖水。佢之後行到一間食店食蛇羹，亦都表示好好味。有鏡頭影到食店門口外有超過上百人聚集。下晝5點左右，佢上車離開廟街。離開之後，佢坐車到尖沙咀遊覽星光大道，觀賞李小龍嘅雕像。之後佢登船遊覽維港。喺觀光船上面，Speed 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坐喺一個25歲左右嘅綠衣女子身邊，兩個人有講有笑。綠衫女仔會扮演卡通嘅聲音，又教 Speed 中國功夫。兩個人更加喺甲板上耍起功夫，有呢個綠衣女子教佢螳螂拳等等。有時會因為大浪而失去平衡，而綠衫女仔要求 Speed 唱生日歌俾佢聽，而 Speed 亦都唱晒成首俾佢聽。最後亦都送咗佢喺朝早收到嘅一個小朋友嘅公仔俾呢個綠衫女仔。最後觀光船靠岸，Speed 喺會展上車，結束咗呢一日超過9個鐘頭嘅直播。總結9個幾鐘嘅直播，Speed 去過嘅香港景點包括鵝頸橋打小人、海洋公園、太平山、上環文武廟、電車、馬騮山、廟街、尖沙咀星光大道同維多利亞港。景點之外，佢亦都曾經到過黃竹坑街場同香港青少年交流球技。ISOSpeed 訪港之後嘅感想唔係完全正面，
根據報道，佢表示香港嘅體驗比重慶更差，可能係因為行程安排唔係太好，導致佢無法充分體驗香港嘅文化同故事。另外，佢喺香港嘅行程之中遇到好多狂熱 fans，包括呢個白卡聯盟，引起多次嘅混亂場面。白卡聯盟亦都令佢嘅體驗產生咗負面影響，騷擾咗 ISOSpeed。即使係咁，佢嘅訪港行程亦都吸引咗大量嘅關注同埋粉絲嘅追隨，亦都因為咁，佢由3790萬訂閱上升到3800萬訂閱。今日我要分享嘅就到呢度，大家如果鍾意呢條介紹影片嘅話，不妨撳個 like，你嘅支持對我嚟講係非常重要。希望你哋可以撳完 like 之後，撳埋訂閱掣同埋隔離嘅鐘仔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